歡迎大家嚟到大眾占卜。今日嘅主題係宇宙究竟俾咩禮物我呢？咁大家代入翻就係宇宙究竟俾咩禮物你呢？咁喺睇呢啲牌之前呢，慢慢咁樣黑埋對眼，然之後深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令到自己平靜咗先。然之後慢慢打開眼睛，第一眼見到最吸引你嘅一張牌，你就望一望住佢。咁呢度呢，又寫到呢係1、2、3嘅。咁如果呢揀好咗牌之後呢，大家就可以跳過去自己牌組。咁如果未揀好呢，都唔緊要嘅，停一停，等一等，揀好咗之後呢，再跳過去自己揀好咗嗰一個牌組。咁因為呢個呢係大眾占卜嘅原因啦，所以呢唔係個個人呢都適合噶。如果有一個詳細同埋完整嘅占卜呢，可以呢喺留言嗰度呢去查詢。咁第一組呢，宇宙會俾啲咩提示呢？第一組，咁第一張牌啦，咁就會見到有星空，星空入邊有個飛出嚟嘅狀態，而有2粒閃閃發光嘅星星嘅金幣。咁寓意呢會睇得到呢張牌呢係有2個嘅事業啦，或者係喺財富上會帶到一啲禮物。當自己發揮呢個人成長，突破咗一啲嘅事情，突破咗一啲課題咧，其實就會接收到宇宙呢有2大嘅喺事業上有一啲嘅財富啦，或者幸運嘅事情啦。咁我哋亦都睇下呢，喺階段嘅牌入邊呢會有啲咩？去放呢一張第一組牌，哇！一跌就跌咗3張出嚟，哇哦！OK，咁呢張呢，會見到有耶穌啦，然之後呢，身邊呢有好多指示靈。睇到呢一幅圖呢，會有種就係由心而發，做緊自己想做嘅事情啦。其實呢，宇宙呢已經安排咗一個天賦，只要你心入邊勇敢地踏出嚟去做自己最鍾意做嘅嘢呢，其實所有嘅指導靈啦、天使啦，都會為你去安排咯。咁而呢一樣嘢呢，就係佢都有講到嘅喺文字上。如果同人哋去合作啦，其實會有一啲 rewards 喎，即係可能喺事業上會有一啲財富啦。咁而2個人係好過1個人嘅，所以大家可以彼此去互相扶持，會有成功之路。咁喺呢幅嘅牌入邊呢，我睇得到就係當自己即係由心而發去做一啲事情，身邊遇到一啲貴人同埋指導靈去幫助呢，可能會遇到合適嘅合作夥伴，而達成自己嘅成就。呢個呢，就係耶穌啦，然之後攬住隻羊，有一種溫暖同埋
慈祥 peaceful 嘅感覺。咁呢個係講緊話無條件嘅愛，係好純粹嘅愛嚟嘅。Speak to the earth, and it will instruct you. Let the fish in the sea speak to you。感受到呢一張卡呢，係講緊可能身邊有貴人啦，去聽下佢哋講嘅嘢。佢哋呢係好純粹，亦都好無條件去愛你呢一個人，所以畀多啲安全感自己，聆聽多啲身邊嘅人講嘅嘢。咁而呢一張牌呢，就係幫助人，就等於幫助自己。會喺呢張牌度見得到，就係自己呢，其實係努力去做緊，但係呢，呢件事情呢，可能係為咗自己做啦，但係其實呢，係幫緊人嘅。但係而呢，嗰個人呢，都係好 supportive 去幫翻你，好循環不息㗎呢件事情。會見到個能量係兩邊一齊去，畀完後邊嗰個人，後邊嗰個人畀翻自己。所以呢，其實呢，呢一度呢，會感受得到，可能宇宙呢畀嘅禮物呢，係講緊話啊，喺事業上啦，會得到一啲嘅財富或者係一啲獎勵啦，令到自己係有所成就、開心嘅事情。咁而都會睇得到，就係當同人合作遇到貴人，然之後多啲聆聽，而你幫緊佢嘅時候呢，其實佢都係成就緊你咯。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。將呢種呢無條件嘅愛呢，去對待人哋，人哋都會咁樣對待你。所有嘅諗法都好純粹。咁最後啦，再有多一個嘅顯示指導靈，就係關於數字。咁呢會有一啲嘅問題可以達成，跟住呢去講出嚟傾。咁呢張牌呢係818。Breaking old patterns。Breaking old patterns。咁呢，呢一個係打破呢之前已經做緊嘅一啲習慣啦，或者已有嘅狀態啦，去反思自己，跟住然之後改變，再去成長。當你個 mindset 咧去改變咗個狀態咧，其實個意念改變、行動改變，個結果就會不一樣。愛因斯坦都有講過，就係當你蠢嘅人就係唔改，我都唔記得咗成句係點講添。總之就係當你唔去改變舊有嘅行為，就唔好諗住個結果係會有所變化咯。咁呢，就講話停一停啦，然之後呢，反思一下喺行動之前去反思一下所有嘅 project， 所有而家做緊嘅事情，一啲項目啊，一啲可能事業上嘅嘢啦，停一停先，跟住呢，去諗一諗。咁呢 even if you are deeply invested
即係就算呢樣嘢咧，你已經好深入研究啦，但係咧都需要時間咧去再重新去考慮，去就叫避免咧有好多咧卡住咗喺負面嘅諗法嘅 patterns 啦，即係喺舊有嘅思維模式一啲負面嘅諗法上邊，我哋咧應該要 focus 喺咧點樣去顯化出嚟咯。咁而有一條問題嘅就係，what old patterns or negative thoughts are holding you back？同埋咧，how can you break these circles and focus on positive change？佢俾咗兩條問題，佢就係話啊，究竟要點樣先可以咧？第一條問題啦，就係有舊有嘅思想係或者係舊有嘅一啲負面嘅諗法，究竟係乜嘢嘅呢啲思維咧係卡住咗你，令到你停滯不前咧？啊，究竟係你覺得啊自己有一啲限制信念做唔到啊？跟住諗好多負面嘅諗法啊，令到你卡住。咁咧，我好建議大家咧就寫低呢兩條問題嘅答案，自己寫俾自己咧有一個 reflection。咁第二樣嘢啦，就係講緊話啊，點樣就可以將呢啲嘅循環打破，然之後咧再 focus 喺一啲正面嘅改變上邊喎。咁呢樣嘢大家都可以諗下，就係啊，會唔會係本身已經自己有一啲嘅投入咗好多，或者投資咗好多嘅項目啦，咁樣咁都花咗一啲時間嘅。但係如果咧同人哋去合作咧，會唔會係事半功倍咧？係幫到自己咧？因為當你幫助到人哋嘅話，人哋都會幫到你噶嘛。咁所以呢樣嘢咧都可以諗下啊，究竟可唔可以咧係不再重複自己舊有嘅思維，反而係多啲去聆聽啦，同人合作啦，或者幫助其他人，咁樣可能咧更有一啲嘅成就咧，可以宇宙會俾得到你嘅。咁咧亦都有講啦，需要時間咧去做一個個人嘅 retreat，需要時間喺自己個人嘅一啲抉擇位置上邊，或者係咧喺過程當中有一啲自己有啲咩係想要嘅思維啦，跟住咧要將咧自己舊有嘅經驗過去咧，要去再轉變自己嘅思維啊！唔好將呢啲舊有嘅經驗啊、過去嘅行為模式去卡住自己，反而係要轉變成個思維行為模式。咁然之後咧，將呢啲咧去將呢啲改變咗嘅習慣嘅思維模式咧，去變成自己一個新嘅健康嘅習慣，去幫助到自己。咁呢個咧就係第一組牌嘅朋友啦，呢個係第二組牌嘅朋友。咁咧呢個係大眾占卜嚟嘅，咁唔係所有人都適合啦。咁如果咧係想做一個詳細嘅占卜啊，或者詳情多啲嘅話咧，咁就可以喺留言底下咧去再查詢嘅。咁呢組咧，第二組嘅宇宙會俾啲咩禮物我咧？即係對應翻大家自己啦，去咁樣諗住。哦，跌咗兩張牆。OK，呢一張咧
會感覺得到所有嘢好急促。宇宙即係喺呢個嘅畫面當中咧，會見到啊好多嘢進行緊啦，自己咧都好努力去前往啊，即係好多嘢都係做啦、衝啦，可能未必諗太多，但係已經做，有好多諗法，有好多項目都一齊做，冇停過咁樣，馬不停蹄，咁感覺有少攰嘅，但係咧都好熱情同埋好奮鬥咁樣咧，去做緊好多件事情啦。咁呢個咧嘅感覺嘅狀態就係會見到佢係一種去走宴嘅感覺，即係好似去慶祝啦，去有一啲嘅成就啦，但係會見得到咧，好似都有好多隱藏嘅嘢喺內心，可能有啲人會有好多諗法俾到你嘅。我覺得你做得太多，雖然咧你做得好好，但係咧有好多負面嘅諗法咧會俾到你，佢同你一齊去慶祝，但係未必係真心去同你真係同行緊，或者係真心去覺得你做緊嘅事情係好嘅，會俾好多負面嘅諗法你。但係你一直咧喺慶祝嘅底下啦，即係攞到一啲成功嘅感覺、成就嘅感覺，或者成就嘅事情啦，都會想繼續去做，繼續去做好自己想做嘅嘢。咁呢樣嘢會感覺得到，宇宙係話俾你知，其實你做嘅所有體驗都係好事嚟㗎，亦都唔需要去在意其他人負面嘅説話啊，或者思維啊，擺落你身上，而都睇得出你好有自信，都會繼續去做。咁我哋都睇下喺界定上邊會有啲咩指引啦。呢一張咧會睇得到咧，你好有信心，亦都好 care 人哋，但係你唔會咧好，因為好在意人哋咧而嘅諗法啦，或者佢講嘅嘢咧而影響到自己自信。你反而係包容咗呢啲負面嘅諗法啊，卡住自己，即係可能有機會令到你唔舒服嘅嘢啦。但係你都會好有自信咁樣去無條件去包容其他身邊嘅人，感受得到你種大愛同埋純粹去做自己想做嘅嘢。咁我相信咧，呢種自信同埋你種行動力咧，係可以俾你帶嚟咧一種好嘅成就，而係值得慶祝。就唔需要理人哋嘅閒言閒語啦。咁我哋亦都咧睇下咧，有啲乜嘢嘅喺數字嘅靈上邊有啲咩指引啦。
4個5。I get grounded。OK，呢個係講緊喺能量上邊啦，focus 啦，同埋要去平衡一下，同埋要多啲休息。咁佢呢度有講嘅，if you are feeling burn out from overworking, the angels encourage you to ground your energy, receive your 嗱，我啲英文唔係讀得好好㗎咋，但係咧我都可以解釋到俾大家嘅。突然之間有個英文停咗，唔係好敢讀錯咗啲發音，就費事大家笑啦。嗱，睇得出咧，其實有對應嘅就係講緊話你一開，其實我頭先都有講啦，你行動力好強，好多嘢都想做，亦都真係做緊。而咧呢樣嘢咧，其實會有機會令到你 burn out，你會身體或者係心靈上負荷唔到，因為太多工作、太多壓力，你需要咧去平衡返自己嘅工作啦、嘅時間啦同生活啦，令到自己有多啲休息，先可以 keep 住靚能量。所以咧，佢會話即係當你如果真係覺得好大壓力啊，好多嘢已經係令到自己心力交瘁咧，其實咧你嘅指導靈、你嘅天使咧會鼓勵，即係身邊嘅天使會鼓勵你你要去關翻自己嘅能量啦。跟住咧，將呢啲嘅即係你自己做緊嘅嘢啦，同埋決心咧，呢啲嘅思維咧係會 keep 住你去繼續做嘅，但係未去到成為咯。即係你其實你想成為嗰個人，你除咗 keep 住不停去做，你都內心要有即係肯定自己啦。我相信你都會嘅，你好有自信，你都好肯定。即係你未必會聽好多人閒言閒語啦。即係萬一真係有啲朋友第二組，即係覺得有啲人講喎，會唔會玩自己唔好啊，令到自己有內耗咧？咁呢樣嘢要注意啦。但我相信你都係有一定程度嘅自信啦，同埋包容啦。咁但係呢樣嘢都要再去同自己對話多啲啦。究竟自己係即係除咗 keep 住去做，究竟係咪真係成為緊件想要嘅人呢？想成為嘅人呢？究竟係即係現時有啲乜嘢係令到你係會 burn out， 會心力交瘁，同埋呢，你點樣去再重新去聯結啦？呢種喺個位置上面係平靜同埋會平衡得到咧？你點樣去聯繫翻呢個狀態咧？咁所以咧，佢講緊話，即係你係做緊，但係你唔係成為緊嗰個狀態咯。咁亦都有一個小提示啦，咁就係講話即係今日咧，當你睇到呢個嘅 message 啦，第二組嘅朋友咧，可以用10分鐘嘅時間咧，去靜坐，去閉上你嘅眼睛，然之後咧，去專心喺你嘅呼吸上邊。你去咧想像一下，
想像你成為咗一棵樹，而你又好堅固、好強壯嘅根部去連接你下邊好深層、好深層嘅地底。想像你自己呢係一棵好堅固嘅樹，你有好強壯嘅根部去連接，好深入連接到呢喺地上邊，喺呢個地球上邊。咁呢樣嘢就係關定嘅狀態啦，可以幫助你呢關定到你嘅能量啦。令到你呢嗰個思想啊，你個思考上邊呢會比較平靜啲噶啦。咁呢度呢就係第二組嘅朋友啦。第三組嘅朋友，你哋好啊。咁呢一個係大眾占卜嚟嘅，咁可能有啲唔係個人都適合啦。但係如果想詳細啲，同埋呢去知道得全面啲呢，可以呢就喺留言底下呢去了解詳情嘅。咁呢，我哋就睇下宇宙呢會俾到啲咩禮物我啦，即係大家啦，去代入翻呢個題目，究竟宇宙會俾啲咩禮物呢？你第三組嘅朋友。我見到呢個嘅畫面狀態呢，就係好有一個戰鬥模式，佢本身呢度就戰鬥緊啦，攞住騎住緊呢一匹馬呢，係有好多豐盛喺度，感覺呢，你係保護緊，為咗呢個豐盛嘅狀態呢，去作出一個戰鬥啦，甚至保護防止人哋去即係要攻擊他人，而保護到自己嘅豐盛。感受得到宇宙喺度講，其實你本身有呢個豐盛，你唔需要去特登戰鬥。即係現代人嘅戰鬥，可能係好努力去防衛、捍衛自己啦。你唔需要特登去捍衛自己，去有啲可能係負面嘅情緒，可能嬲啦，或者係妒忌啦，或者言語上攻擊，whatever 所有嘢，你唔需要去捍衛。你已經有呢個豐盛喺入邊噶啦，只要你去真係平衡翻個狀態，然之後騎住呢匹馬，你就可以帶住豐盛而去，而唔使特登去做一個捍衛嘅模式啦。咁我哋亦都睇下呢，guiding嘅卡組有啲咩指引先。最美麗嘅禮物喺自己人生當中，我哋可以見到呢，其實本身自己呢張卡有少少感受到能量，就係本身呢，自己已經係一個好美麗嘅狀態，你好安全、好安心，有人保護住你，
因為你嘅指導靈宇宙同你一體，你係擁有無限嘅可能性，你本身就係喺人生當中最美麗嘅一個禮物。咁我哋睇下下邊先。Let the heavens be glad and the earth rejoice. Let the sea and everything in its 所有嘅嘢咧都係喺度慶祝，即係無論係天堂啦、地球啦、海啦，任何所有嘅嘢咧都係即係好讚頌，好認為咧你係一個好美麗、好美好喺呢個世界上好美好嘅禮物嚟。宇宙俾嘅禮物就係你自己本身，你本身就擁有豐盛，你唔需要保護自己去戴住一個假嘅面具，戴住一個戰鬥嘅面具。你可以做返自己，認識多啲自己，真正嘅自己係點樣去做返自己最想、最初心、最原本嘅自己。咁我哋亦都睇下咧 number 嘅指導靈喺 number 上。OK。2020係一個力量嘅指引，喺自己嘅內在力量啦、決心啦、courage 啦、鼓舞、鼓勵同埋堅毅上邊，將自己咧嗰個嘅內在嘅強，即係你內在好強嘅，你係喺自己咧嘅挑戰嘅時間咧，你可以咧將呢一份內在嘅力量咧更加運用啦。然之後，你亦都可以將你自己嘅堅毅啦，可以去令到引導自己咧嘅個人成長，專注喺咧多啲去做一種好專注嘅狀態啦。然之後咧去再保持一個咧嘅open mind 啦，開放嘅思維啦。作為你嘅嚮導，去你每一步指引你每一步喺你嘅旅程入邊。總之咧就係講話咧，將你咧嘅內在嘅能量啦，你內在強嘅位置啦，放喺你自己嘅一啲挑戰嘅時間上。咁亦都咧，你自己嘅堅毅啦，其實可以幫助得到咧，去指引你喺個人成長上嘅。只要你好專注事情，然之後咧保持一個咧嘅開放嘅思維啦 ，open mind 咯，而作為你嘅指引喺你自己咧嗰個過程當中，每一步咧，其實
你只要好 focus，keep 住你嘅開放嘅思維，咁你就會行到你嘅每一步。咁 In what areas of my life do I need to harness my inner strength？咁你要思考嘅兩條問題咧，就係究竟喺邊一方面，喺人生嘅邊一方面咧，係需要去利用自己嘅個人嘅長處啊，你嘅力量啊，個內在力量咧，咁亦都點樣咧可以令到自己咧 keep 住一個堅毅同埋好專注去面對住呢啲嘅挑戰呢？咁呢兩條問題要問自己嘅。Identity one challenge you are face and create a plan。咁咧小提示咧就係講緊話你要咧去即係定義啦，或者係去了解清楚咧你嗰個挑戰，即係而家面對緊嘅挑戰啦，而同埋你要去計劃究竟點樣去實行呢件事情咧。將你以前有嘅一啲成功嘅例子咧，去揾翻呢啲記憶，然之後咧，嗰一啲嘅成功嘅例子，可能曾經遇到嘅一啲問題咧，其實係可以幫助你咧去渡過一啲其他嘅難關。即係你喺新嘅一啲項目啊、課題上面咧遇到嘅問題，你可以諗翻以前成功嘅例子，去幫助自己咧，可以將呢一啲嘅力量啦，你呢啲能力咧，去擺入去呢啲嘅經歷上邊，更加喺呢啲力量上邊，同埋將呢啲咧力量去伸展，即係延伸你本身有嘅好處喺呢一啲嘅經歷上邊。